即刻伸出你平日返工寫字、處理工作常用嘅隻手，放鬆膊頭，唔好刻意用力繃緊手指，保持心跳氣血平穩，唔好過分緊張。今日唔使費神拆解，掌心密密麻麻雜亂掌紋，唔使逐個掌丘慢慢對照古籍口訣，成隻手掌藏住下半世福禍嘅關鍵，根本唔係大家成日關注嘅生命線、事業線，反而係人人隨便忽略、覺得毫無作用嘅小拇指。我研習民間商學，掌指氣象幾十年，跑勻港島舊唐樓、九龍居屋、新界鄉村私宅，每日都有街坊拎住自己手掌上唱。我問晚年運勢，好多人一坐低就攤開手掌，逐條紋路、逐個掌丘慢慢拆解，耗大半日都未必斷得準55歲之後嘅福禍，實在浪費時間。好多街坊唔知呢根水星子專管下半世，50歲以後全部際遇，由晚年儲蓄厚薄、身體康健狀況、仔女孝順與否、老伴陪伴長短、晚年是非多少、有冇貴人扶持，全部細節都刻在小拇指長短、粗細、彎直、指節、氣息同無名指嘅距離入面。比起掌紋，千變萬化，容易混淆。單單觀察小拇指形態，一眼就分得清晚年係享福定捱苦，準確度遠超坊間複雜手相書所講嘅各類掌紋。好多街坊從細到大聽相士講手相，總係將注意力擺在掌心幾條主紋上面，覺得紋路先係命運關鍵，卻忽略五指各有分管，每一隻手指都對應人生唔同階段。大拇指管少年祖業根基，食指管青年事業人緣，中指管中年自身得失，無名指管一生姻緣伴侶，唯獨最尾細隻嘅小拇指專屬掌管55歲踏入老年之後全部運數。民間商學稱之為水星指，五行屬腎水，腎係人先天元氣根本，元氣足唔足直接決定晚年身體強弱。同時水主子孫，主積蓄，主溝通人緣，所以小拇指一併牽連。晚年健康、仔女緣分、老來財富、晚年是非口舌四大核心，等於將下半世所有大事濃縮喺一根手指之上。唔似掌心紋路會隨住歲月、心態、居住環境慢慢變化。小拇指自從骨骼定型之後，長短、彎曲、粗細形態，大半輩子唔會有太大改動。先天命格帶出嘅晚年走向一目了然，唔會出現掌紋隨生活起伏而模糊、斷開、分叉，導致判斷失準嘅情況。呢一點就足以證明單睇小拇指比拆解繁雜手相精準萬倍。我早年西環開館睇相，曾經遇到一對年過60夫婦，兩公婆一齊過來問晚年生活。男戶主攤開手掌，掌心事業線深長清晰，好多初學相士一見就話佢晚年大富大貴，唯有我一眼留意到佢小拇指極度短小，指尖連無名指第一關都到唔到，指身薄削彎曲，同無名指分開一大截。當場同佢講，就算中年賺到再多錢，50歲之後都存唔住積蓄，仔女遠走他鄉，唔願意近身照顧，身體腎氣虛弱，長年受夜尿腰骨耳鳴困擾，晚年成日為仔女開支奔波操勞，閒時仲有親戚借錢糾紛。夫婦當時仲唔太相信，話自己中年經營雜貨鋪儲落幾百萬，兩個仔讀完大學出國留學，以為日後一定有人養。結果短短5年過去，兩個兒子留洋之後定居外地，每年返港一次都唔願意留宿，仲不時打電話回來要父母補貼生活。買樓首期，夫婦積蓄陸續掏空，男戶主腎氣衰退，每年要入醫院檢查。屋企遠房親戚見佢從前有積蓄，輪流上門借錢，借完從主動歸還，成日為銀錢爭執。後來兩夫婦專程返館，多謝我當時講嘅說話，完全應驗。後悔當初年輕時唔懂透過小拇指提前看清晚年隱憂，錯失提前規劃儲蓄，
拉近仔女關係嘅機會。呢個真實個案足以證明小拇指所藏嘅晚年信息，遠比任何一條掌紋都要真實透徹，唔會有半分含糊模糊嘅空間。想準確斷定自己小拇指屬於吉相定凶相，首先要掌握坊間流傳幾百年香港相師通用嘅長短對比標準，千祈唔好隨便憑感覺判斷。正確做法係雙手五指自然並攏，手掌平放，唔好刻意拉伸手指，亦唔好刻意縮埋，保持平日放鬆狀態。目光對準無名指，由指根往上掃嘅3條橫紋，民間俗稱3關。第一關係無名指最靠近掌心嘅第一道指節紋，第二關係中間紋路，第三關係指尖最頂端關紋。對照小拇指指尖抵達邊一道關紋，就能分出3個先天等級。最上等吉相就係坊間成日講嘅小指過3關，到老有吃穿，亦即小拇指指尖直接越過無名指第3道關紋。呢類形態極為少見，10個人入面最多得1個先會有。次一等穩定福相係指尖剛好抵達無名指第2關同第3關中間位置，屬於晚年安穩無大起大落嘅格局。最容易捱苦嘅下等格局就係小拇指指尖停係無名指第1關之下，連第1道指節紋都到唔到，民間稱之為尾指不過關。晚年多操勞少依靠，好多街坊自查時犯錯：一係刻意拉長手指營造長尾指假象；二係單睇單邊手掌，唔分男女左右規則。呢度要講清楚香港雙學男女分左右手嘅分辨法則。男士以左手小拇指為主，反映自身晚年命格；右手尾指代表伴侶下半世福禍。女士剛好相反，右手小拇指主自己晚年際遇，左手尾指代表丈夫老年運數。千祈唔好搞混左右手，否則斷定結果會出現巨大偏差。好多女街坊淨係睇左手尾指，以為自己晚年無依無靠，後來先發覺主掌自身嘅右手尾指形態端正修長，虛驚一場。呢個基礎對比方法簡單到任何人1分鐘就學識，唔需要記任何掌紋口訣，唔需要分辨掌丘高低，單憑一條關紋對比就鎖定晚年大體走向。難怪資深相師出門睇相，第一樣永遠先望客人小拇指，再慢慢拆解掌心其他細節。先由最上等吉相講起，小拇指指尖越過無名指第3關，過3關之上，無論男女，先天已經攜帶厚重晚福。先講男士左手尾指過3關嘅特徵，呢類男士中年事業穩定之餘，懂得儲蓄規劃，唔會衝動亂投資、亂揮霍。踏入50歲之後，生意客源、職場人脈仲會持續帶來穩定額外收入，唔會一到退休就斷絕進帳渠道。仔女從細聰明懂事，讀書成績出眾，長大之後有穩定高薪工作，唔需要父母年紀大仲不停補貼，反而逢年過節主動送上生活費禮物。逢父母身體唔舒服，即刻放下手頭工作陪診。親子之間從唔會為銀錢、生活瑣事大吵大鬧。晚年就算唔刻意儲大筆積蓄，仔女亦會全包日常開支，唔使捱窮捱苦。身體層面，尾指屬腎水，過3關代表先天元氣充足。中老年之後腎氣唔會快速衰退，少夜尿、腰骨痛、耳鳴、三高各類老年常見毛病。行路有力氣，閒時仲可以周圍遊山玩水。老伴性格溫和包容，兩個人相伴到老，少爭執多體諒，身邊亦會長年有舊朋友舊下屬做貴人。遇到屋企維修、醫療開支各類突發難題，總有人主動出手幫忙。晚年幾乎唔會牽涉金錢是非，親友借錢糾紛，就算有親戚開口借錢，自身有足夠底氣婉拒，唔會因為人情壓力掏空積蓄。好多香港開廠、做地產代理、公務員做到高級崗位嘅男士，大多數都係尾指過3關格局。我認識一位屯門經營建材批發嘅老闆，今年67歲，
雙手尾子都越過第三關，兩個仔分別做醫生同工程師，每個月定時轉生活費，每年帶佢同太太去外國旅遊。老闆自身早年儲落物業收租，每月被動收入足夠兩公婆富足生活，身體年年體檢都冇大問題，每日落茶樓同老友飲茶下棋，從唔使為銀錢仔女操心。呢種逍遙晚年，正係尾子過三關帶來嘅先天福報。至於女士右手尾子過三關嘅人，晚年除咗仔女孝順、自身儲蓄充足之外，仲有額外姻緣福分，伴侶到老都體貼顧家，唔會中年之後性情大變，拋棄家庭。單身女士尾子過三關，就算年輕時感情多波折，中年之後亦會遇到性格成熟、經濟穩定嘅伴侶，互相扶持安度晚年。自身溝通情商極高，晚年同鄰居、親戚相處和睦，少是非閒言，屋企長年和氣安寧，唔會出現屋企內鬥、親人反目嘅情況。無論男女，尾子過三關仲有一個共通優勢，晚年容易有意外橫財，舊時投資嘅物業升值，早年購買嘅保險到期分紅，久拖未還嘅舊債主動歸還，各類唔預期嘅額外進帳源源不絕，完全唔會出現人到老年手頭拮據，連藥費都要節省嘅董景。跟住講次一等穩定格局，小拇指指尖落係無名指第二關同第三關中間，唔算頂級大富大貴，但晚年勝在平穩無波，大起大落從來唔會發生。呢類形態係香港街坊最常見嘅標準尾子，先天元氣中等，中年懂得節儉規劃就會享福。若然年輕時揮霍無度，隨意投資失利，晚年就要稍微捱下操勞。分開男女細講，男士左手尾子停係二三關之間，中年收入平穩，唔會大富，亦唔會長期缺錢。關鍵睇自身儲蓄習慣，平日有定期儲蓄，買穩健保險、低風險物業投資。50歲之後每月有穩定被動收入，仔女資質普通，唔會大富大貴，但亦唔會成為父母負擔。讀書工作按部就班，能夠養活自己，偶爾需要父母少量資助，但唔會無底洞般不停索取。親子關係平平和和，唔會激烈爭執。晚年身體會出現輕微老年毛病，譬如血壓偏高、輕微腰勞損，只要定期保養、少捱夜、少飲酒，唔會影響日常生活。伴侶能夠互相照顧，兩個人分工打理屋企，閒時一齊行街市飲茶，日子平淡安穩。身邊貴人運普通，唔會有大貴人鼎力相助，但亦唔會招惹小人是非。遇到困難只能靠自己同老伴慢慢解決。若然年輕時唔識理財，賺多少使多少，無儲蓄無物業，踏入老年之後就要靠退休金、綜援勉強維持生活，偶爾要做簡單兼職補貼開支。仔女能力有限，自身生活壓力大，能夠照顧父母嘅時間同金錢都有限，晚年就要多操勞幾分。女士右手尾指二三關之間，一生姻緣無重大破裂，伴侶中年之後收入維持穩定，兩公婆一齊積蓄，晚年生活唔會缺基本開支。仔女緣分厚薄適中，有仔有女或者獨生子女都會定期返屋企探望，大病大災面前願意分擔醫藥費。自身晚年人緣普通，鄰居之間少深交，但亦唔會結怨。財運方面唔會有大橫財，全靠中年累積落嘅儲蓄度日。身體女性常見嘅婦科、骨頭退化問題會輕微出現，注重保養就能維持自理能力，唔需要長年依賴他人照料。好多居屋普通打工夫婦都係呢個尾子格局，只要年青時做好財務規劃，晚年絕對能夠做到衣食無憂，唔使擔心三餐溫飽。唯一需要留意嘅就係唔好隨意借大筆金錢俾親友，一旦借出難以收回，就會打亂晚年儲蓄計劃，引發銀錢煩惱。之後就要重點拆解最多香港人踩坑、晚年多捱苦嘅下等格局。小拇指指尖停係無名指第一關之下，尾指不過關。先天晚年命格藏多重隱憂，分開財運、仔女緣分、健康、人緣、
四大層面逐樣講，唔會生硬分類，順住生活常見煩惱自然推進。首先係財富先天薄弱，尾子屬水主積蓄，太短代表水氣不足，留唔住金錢。呢類人士無論中年人工幾高，生意營業額幾可觀，錢到手總有各種突發開支消耗，屋企維修、親友借錢、仔女讀書留學、自身醫療開支、投資踩雷，種種無預期支出，不停掏空積蓄。好多人50歲之前明明賺落幾十萬甚至上百萬，一踏入老年就空空如也，退休金只夠勉強糊口，想買少少靚藥出去短途旅遊都要再三節省。仲有一大部分尾子不過關嘅人，天生判斷力薄弱，容易聽信身邊小人游說，投資虛擬貨幣、不知名理財產品，高風險創業，最終全數蝕本。晚年冇額外被動收入，只能靠微薄退休金度日。跟住係仔女緣分淡薄，尾子直接管子孫宮，短小不過關，代表子孫氣弱。分兩種情況，一係仔女數目少，甚至遲婚難有後代，晚年身邊缺乏親生骨肉陪伴；二係仔女雖有，但資質普通，讀書工作屢屢碰壁，長大之後長期需要父母金錢補貼，置業、結婚、養細路，每個階段都伸手問父母拿錢，好似無底洞一般。親子之間容易因為銀錢觀念、生活選擇爆發，激烈爭執。仔女長大之後寧願搬出去獨居，每年返屋企探望次數寥寥無幾。父母年老體弱，需要人照料時，多數只能依靠老伴或者外傭，難以得到仔女貼心陪伴。仲有極端情況，仔女長大之後遠走外地，長年斷絕聯絡，父母晚年獨自居住，孤單冷清，健康層面隱憂更加明顯。尾子對應腎經，短小代表先天腎源不足，中年之後快速衰退，容易患上夜尿頻繁、腰骨增生、耳鳴耳背、腎結石、三高、心臟虛弱、各類老年慢性疾病。好多尾子過短嘅長者，60歲之後行動不便，長年需要食藥調理，藥費、覆診費持續消耗本來就唔充裕嘅積蓄，嚴重嘅仲會喪失自理能力，要入住安老院。晚年生活品質大打折扣，最後係晚年是非小人不斷。尾子亦主口才人緣，短小之人溝通容易衝動，直腸直肚，唔識得圓滑，避開爭執。年老之後容易同鄰居、親戚、伴侶為瑣碎小事吵架，身邊亦容易出現專門打主意、借錢、搬弄是非嘅小人，借出嘅錢十有八九有借無還，仲會因為銀錢糾紛牽涉口角官非，耗費心力同金錢。我上年元朗睇一間村屋，戶主男士左手尾子完全到唔到無名指。第一關，年輕時做運輸司機，人工唔低，但從唔儲蓄，成日同朋友出去應酬消費，聽人游說投資內地工廠，蝕清幾十萬積蓄。唯一個仔讀書唔夠勤力，畢業之後做散工，每個月人工剛夠自己生活，仲要每個月問父親拿生活費。戶主今年65歲，腰骨同腎臟長年有病，每月藥費千幾蚊，退休金只夠勉強3餐，想叫個仔過來同住照料。仔女嫌屋企環境簡陋不願意，只能兩公婆互相扶持。閒時仲有鄉里親戚上門借錢，唔借就背後講閒話，日日活喺煩惱之中。呢個個案完美印證尾子不過關帶來嘅連鎖晚年禍患。唔單止單一層面捱苦，財運、仔女、健康、人緣4樣同時出現阻礙。唯一值得安慰嘅係，先天形態只係基礎命格，唔代表完全無轉圜餘地。後面會詳細分享香港街坊容易執行嘅化解調整方法，唔使花大價錢，日常細微舉動就能慢慢補足尾子先天不足嘅水氣。睇完長短標準，仲要繼續觀察小拇指粗細飽滿度，同一長度之下，粗圓飽滿同薄削乾瘦，晚年復和差距極大。先講吉相尾子，子身圓潤粗壯，子肚厚實飽滿，
從指根到指尖粗細均勻，冇局部凹陷乾癟。呢類尾指先天水氣充盈，就算長度只係達到2、3關之間，晚年福分亦會大幅提升。粗圓尾指之人，中年善於理財，儲蓄觀念強，唔會隨意浪費金錢。仔女體格健壯，孝順懂事，身體腎元充足，老年少慢性病，人緣圓滑，識得避開是非。就算遇到親友借錢，亦懂得溫和拒絕，唔會損失自身積蓄。好多做文職、教師、公務員嘅女士，右手尾指大多粗圓飽滿，退休之後有充足長俸，仔女定期陪伴，身體硬朗，閒時學書法、跳舞，晚年生活豐富多彩。反之空雙尾指，指身單薄乾瘦，指肚凹陷發別，骨節突出明顯，成條尾指好似乾柴一樣，先天水氣虧損嚴重。就算長度勉強抵達第2關，晚年依舊多操勞，儲蓄難以累積，容易出現手頭拮據。仔女體質偏弱，從細經常睇醫生，長大之後自身負擔重，難以兼顧父母。中老年之後腎氣快速衰退，長年受各類慢性疾病困擾，心直口快，容易招惹小人是非，銀錢損失時有發生。仲有一類局部粗細失衡嘅尾指，指根粗壯，但指尖突然收窄變薄，代表中年有積蓄，但踏入老年之後，容易因為仔女、投資、醫療開支快速耗光，晚年由富轉貧，由安穩變操勞。而指根單薄、指尖粗圓嘅尾指，則係早年捱苦，中年慢慢積蓄，晚年先逐步享福，屬於先苦後甜格局。雖然早年辛苦，但50歲之後運勢慢慢回升。只要堅持儲蓄，晚年唔會缺基本開支，粗細飽滿度同長短兩樣結合對照，就能將晚年財富厚薄、身體強弱分得更加透徹，唔會單憑長短就武斷下定論。除開長短粗細，小拇指彎曲傾斜嘅方向同幅度，暗藏晚年親子關係、身體隱疾嘅關鍵信息。正常吉相尾指係自然筆直，並攏五指時緊貼無名指側邊，唔向外分開，亦唔向內大幅度彎曲。筆直貼合無名指嘅尾指，代表同仔女緣分深厚，親子之間溝通順暢，到老仔女願意近身照料，財氣能夠凝聚，唔會外泄。晚年儲蓄留得住，身體五臟六腑平衡，少有長年隱疾。好多家庭和睦、晚年享福嘅長者，小拇指全部筆直貼近無名指，最常見嘅空相就係尾指大幅度向外彎曲，五指並攏時同無名指之間出現明顯大空隙，民間稱之為漏財尾指，水氣向外流失，先天存唔住金錢，每筆收入總有各種理由無故消耗，仲代表仔女緣分疏遠。仔女長大之後獨立心極強，不願意同父母同住，逢年過節返屋企次數稀少，年老需要照料時難以依靠，自身性格獨立執拗，唔習慣同他人訴說煩惱，晚年容易孤單冷清，人緣層面亦容易同伴侶、親戚產生隔閡，夫妻到老都會為生活瑣碎爭執，缺乏包容體諒。我認識一位旺角做時裝零售嘅女士，右手尾指大幅向外分開，中年鋪頭營業額不俗，但每個月賺到嘅錢總係因為仔女留學、屋企裝修、親戚借錢全數花光，儲蓄永遠累積唔到幾萬。獨生女大學畢業之後移民加拿大，每年只返港一次。女士60歲之後獨自居住，每逢節日只能自己食飯，滿面孤獨。另一類向內彎曲嘅尾指，指尖向無名指一側大幅度傾斜，分上下兩節彎曲有唔同意義。尾指上半節指尖向內彎，代表一生習慣替仔女、伴侶承擔壓力，凡事捨己為人。中年不停付出補貼家人，晚年依舊要為仔女奔波操勞，從來唔懂得為自己規劃享福。下半節指根位置向內彎曲，代表先天腎臟、泌尿系統、耳科有長期隱疾，
中年之後病痛陸續浮現，常年需要食藥調理，消耗大量積蓄。輕微彎曲幅度細微，只係輕微操勞；大幅度彎曲就會對應嚴重晚年禍患。自查時要細心觀察彎曲幅度，唔好忽略微小傾斜帶來嘅影響。順住彎曲分離嘅話題，順便拆解五指並攏時尾指同無名指之間嘅縫隙大小。縫隙細微，幾乎貼合，屬於聚財聚福格局，財氣唔外泄，仔女近身，晚年有人依靠，縫隙寬闊，可以塞入一隻手指，就係標準漏財分離相，同向外彎曲，尾指禍患重疊，雙重耗損，晚年積蓄同子孫緣分。仲有一類特殊形態，尾指先天畸形，有缺口，指節扭曲。指肚有凹陷疤痕，呢類先天受損嘅尾指，代表晚年運勢多波折，容易遭遇突發大破財、仔女重大變故、長期頑疾，先天命格氣場有缺損，需要後天加倍調整化解，唔可以單純靠自然運勢安享晚年。睇完外形，再細講，小拇指三節，指節紋路，指節粗細。對應嘅晚年分段際遇，尾指分上中下三節，由指尖到掌心分別對應50至60歲、60至70歲、70歲之後3個老年階段。上節指尖指節粗壯紋路，清晰無雜紋，代表50到60歲剛踏入老年階段，財運平穩，仔女懂事，身體硬朗，唔會出現重大突發災難。中間第二節粗細均勻，紋路少，雜紋無斷紋分叉，代表60至70歲，運勢持續安穩，積蓄充足，伴侶身體健康，能夠互相扶持。最底下靠近掌心嘅第三節粗圓飽滿，代表70歲之後依舊衣食無憂，仔女依舊願意照料，高壽之餘唔會挨窮挨病。若果某一節指節乾瘦，紋路雜亂，出現斷紋、交叉雜紋，就代表對應年齡段會出現隱憂，譬如尾指中節紋路雜亂分叉，60到70歲之間容易遭遇投資失利，伴侶身體突發重病，仔女惹上官非，需要大筆金錢平時。第三節凹陷乾瘦，70歲之後積蓄耗盡，身體多重慢性病纏身，仔女疏遠難以依靠。單節有輕微雜紋，只係細微煩惱。三節全部紋路混亂，骨折突出，晚年3個階段都會連續出現波折，難有安靜享福時刻。尾指氣息亦係一眼斷福禍嘅關鍵。好多人忽略手指膚色變化，先天長期氣色潤白粉紅，光澤柔和，代表晚年元氣充足，財運暢順，身體康健。若尾指長年發青、發暗偏黃灰，代表腎氣長年虧損，中老年病痛不斷，財氣淤塞，存住積蓄。指尖常年發烏發黑，係晚年重大健康預警，心腎容易出現嚴重毛病，需要提早檢查保養。尾指指肚發紅燥熱，代表晚年容易因為金錢同親人激烈爭執，是非口舌纏身，氣息會隨住自身作息、心態慢慢輕微改變。日常早睡少捱夜，少動怒，能夠改善尾指暗沉氣息，補足先天水氣，減輕晚年隱憂。